新竹有一间大学去年成立全国唯一的茶米文创学堂，学校除了用希望这个专业课程来吸引学生，也希望少年辈结合文创，传承台湾重要做茶工业甲产业。甲拍过茶叶放入去机器内底进行高温炒茶，学生会使在遮学到标准的做茶过程甲技术，而且更会使了解安怎甲做好的茶米包装行销出去。什么样的茶叶适合什么样的陶，去把它泡出最完美的茶呈现出来，这样子，所以才会想说来上这个茶陶系这样。我们在茶园只会管理跟制作，然后关于文创这一块，我们就完全不会。老师讲，其实来遮上课的学生，真侪人厝内原本就咧种茶米，来遮除了会当加强做茶的观念，上重要是管理的概念。只知道茶要怎么做，做得好，但不懂得原理，所以他来学校呢，可以学一些茶叶的科学，让他更了解说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比如说为什么杀青的原理是让这个停止酵素发酵。大学招生受少子化影响愈来愈严重，真侪学校开始思考设立专业课程。晚辈一代去年成立的茶陶系、地干部、进修部甲硕士学位学程，平均招生率将近70%，其中硕士班连续2年满招。学校除了希望用专业课程吸引学生，也希望少年辈结合文创，传承台湾重要的做茶工业甲产业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